同大家行一條熱門中級路線，依家出發。咁我哋今日嘅目標就係飛鵝山、象山、東山。大家用自己方法搭車仔，德望學校落車，終點要視乎情況而決定。依家就繼續行。對面馬路之後，我哋就繼續條飛鵝山道一直行上去。清水灣道行咗15分鐘過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繼續飛鵝山道就一直上。喺白花林行咗2分鐘，嚟到328呢個路口，咁依家就轉去隔離嗰條樓梯上去飛鵝山山頂。上面咧就係大金鐘，遠處就係蚺蛇尖，依家就繼續沿樓梯上去。沿住啲比較斜嘅樓梯上嚟到呢個位置，右邊係象山。依家就繼續行，就繼續往飛鵝山發射站方向行。沿呢個崎嶇山路上嚟到呢個分岔路口，右邊就落怡田脊，咁依家就繼續上去飛鵝山發射站。德望學校巴士站行咗個半鐘，就上到嚟飛鵝山山頂。飛鵝山嘅高達602米，咁呢支咧就係飛鵝山嘅標高柱啦。咁而家就往象山方向行。由飛鵝山嘅發射站落返嚟呢個路口，依家就轉咗，繼續往象山方向行。有條 BC 帶行咗不足10米到嘅距離，依家就轉右，就繼續沿呢條隱蔽山徑過象山。喺飛鵝山分岔路口行咗20分鐘過嚟到呢個路位置，大家千祈唔好轉左，因為轉左就落去稻香脊。依家又繼續行，就繼續上象山。經過一堆石及其竹林之後，就嚟到象山山頂。象山高達585米，依家繼續直行往東山方向進發。東山期間咧，突然有個分岔路口，大家要注意啦。右邊去大南湖，咁依家咧就靠咗會插谷底，然後扮上東山山頂。經過懸崖危險個牌之後，嚟到分岔路口，直行就直上大馬路。依家就會靠右上東山山頂。沿路行上嚟就嚟到東山山頂，東山係高達544米。依家咧就繼續往慈雲山方向行，就完成今次旅程。
沿東山行落嚟就出翻嚟呢個涼亭，依家就繼續沿飛鵝山道落翻去慈雲山，完成今次旅程。飛鵝山道行落嚟，嚟到澤山道呢個最後直行，就繼續往慈觀古道方向行。我身後邊嗰位咧就我哋今朝會行嘅地方，咁依家就繼續往慈觀古道方向行。澤山道落嚟，嚟到吊草岩，右邊隻觀音山村，依家就轉左就行慈觀古道，就攞翻去慈靜村，今次旅程。沿慈觀古道行落嚟，嚟到分岔路，一轉右就繼續去慈靜村，完成今次旅程。古道行落嚟，嚟到分岔路，依家就靠右就繼續落埋慈靜村，完成今次旅程。好，我哋咧就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繼續落埋去，就完成今次旅程。我哋咧就嚟到慈靜村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9.5公里，需時5小時。以後食嘅呢條片花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。係小安，再見，拜拜。飛鵝山係九龍半島一帶最高嘅山峰，高達602米。今日咧，我哋就會選擇行一條最易嘅路線，就由328級嘅石級就行上去602米嘅飛鵝山。縱使呢條路係相對比較容易，但亦有一定難度，尤其是最後嗰200米係比較斜同埋崎嶇。所以大家切勿掉以輕心，量力而為。由象山過東山嘅落山路段非常陡峭同崎嶇，斜度約為60至70度斜，所以大家經過呢條路嘅時候，上落要注意安全。